爱吃盐嘅声音呢，会吃到较快乐。做得自家嘅解问题嘅声音呢，都有自信。也係伊嘅聲音呢，分為是經節目。也歸大家愛對總鋪出發，去到北台灣同南台灣挑戰。揭沙表、中浪、上山落海，喺競爭同合作當中，考驗大家嘅耐力、體力同智慧。來，聽聽人向下去各地探險。上一次細妹吹係啲台南玉井同阿伯公阿伯婆各位冬天老嘅經驗，一下係阿姨伊兩線，佢會繼續保持無呢。韓國細拉嘅吹到桃園復興鄉，變做細後嘅第三拿杜康來來去去，一下阿立森、阿蘇伯、強陽都係打頭名。先來看下北台灣嘅細拉嘅吹，佢們要愛挑戰乜嘢呢？哇，上山就水，本人心情爽爽，還看到自由嘅咧，唔知今年嘅任務會留自由嘅有關麼？唔知一百會有乜嘢？如果乜嘢任務，我都會盡力完成。今本年嘅任務好像愛自家動手做，這空都難。大家都有驚喜，來喜歡目標的挑戰。好有趣哦，舒服。把那个眼罩戴上去的时候，就觉得就是一片漆黑，就很没有安全感，然后只能跟着别人的那个方向走。太漆黑了，心跳跳特别快，感觉好像要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。細拉吹來到也嘅行嘅杜康，大家都同木做名的愛做乜嘅呢？在外面就是感受到軟草皮，我就覺得是某種餐廳。後來進去就是冷氣，我就覺得那一定是餐廳。今本日嘅頭一個任務係愛先吹獎，萬人撇出嚟係乜嘅任務，就會加一分，韓國來做吹獎，愛考驗大家屁股有靈冇，韓國想象力咯。我聞到了養樂多的味道，我覺得接下來要DIY做養樂多。我覺得我就是聞到養樂多的味道，想不到自己，哎呀，猜錯，我就覺得可惡，浪費了一次當隊長機會，好可惜。我覺得應該是要做像是自己 DIY 做茶點。一開始我講說咖啡或者是飲料，然後說錯，然後我就想說，往另外一個方面想，會不會是咖啡的甜點，像是蛋糕或餅乾，結果就猜對了。因為我聞到很甜的味道。我之前吃過很甜的東西，也只有馬卡龍或者是幾樣沾了很多糖的東西，我就直接說 DIY 製作馬卡龍。恭喜阿明秀同阿蘇伯順勢彈出同鳳派有關的答案，各加一分。韓少兒的吹獎，請你大家打票伴阿立森來做。吹獎未先好吹人呢，來開始挑戰鳳派嘅任務啦！細細鳳派房，大家就 iPad 導航嘅指示來做水果塔，時間內完成就得一分。能人還會突出派來較合適的加一分。請你愛留成品並到粉絲入行，請個排位一組各加一分。廿八嘅挑戰除咗操作能力，還愛考驗大家對食譜嘅理解能力咯。我們現在是要做法式檸檬塔，對，然後先來準備材料。我去冰箱裡面拿冷藏奶油跟杏仁粉。好。一下上愛煮食呢片加一道，是愛看點平板就料理得出好食的東西。今本日細拉吹沒有來體驗看下哦。等一下，一斤麵粉80克，我這裡先量80克。你先看好它幾克，可樂粉要7克，小心很難量。那個7克很少。派水果塔要記嘅重點愛注意到來，青蔥、
所有材料的量都要放到准，才配合出嘅风味。在一起。哎呦，好 ！OK。老师，我们要救援，我们不会用秤。你要这样，拿一个空的，然后再按归零，然后再倒25进去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们要扣重。这是一个空碗的重量，我检测一下。好，这个低脂面粉需要106G，还要多。OK， 但是这个还要再加，因为我们当时忘了扣重，所以这个还要再加。你看，这只有47，还好我检查到。等一下，你看这张图片，他把面粉、奶油、可可粉、蛋、糖都加进去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把蛋加进去喽。然后我们现在连杏仁粉要加了，一起把它加进去。来，你搅，要把那奶油弄掉。搅匀，所有材料听说要搅匀来。均匀的倒。就是我们这一组选到的是那个苹果派，就是一开始就是第一步骤就是一直用，然后但是第一步骤老师说就是因为那个蛋液加太多了，所以很黏，所以我们要重做。你就把这弄掉，然后你再重做。最难的地方就是时间不够，快点走。时间很重要，因为我们一开始做其实就是加蛋不小心加太多，所以就错了。我现在很赶，41了吗？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好了，就40了。去捏，快点捏，快点捏。大家唔错，愛實實反應，有時間我有想就想唔到嘅效果哦。抓成沙粒，然后加入糖粉了。蘸面，用保持膜包蛋面團，將面皮蘸平來。要注意中等來配嘅東西給太嘅。好，你用。等一下要跟这个塔的这个一样大，所以我们现在往两边扩张。还是你比较有知识，从这里放上去，看看这够不够，所以还不够，所以我们要再改一次。我也不是第一次做，所以我有点上手，但是偶尔还是会出点差错。我觉得这个蛋糕就是步骤比较多，和它的东西物品都比较杂，所以这个蛋糕的完成率是比较困难的。包好了，哇，好了，平平的，可以。好像有点渐层哎，去冰，把塔皮冰起来，放进去冰箱。拌面皮，也係味道愛拌面皮，含較鬆，含較蓬。塔皮做好了，然后我要计时20分钟，现在是，假设我现在认为41分好了，41分，所以要10:01的时候再拿。OK， 先去帮伯伯。伯伯这边如何？我觉得我们合作的很快，就是很有效率。就是他如果忙那个，我就会知道我要去忙那个忙什么，然后我要去忙什么，他就会知道他接下来要去弄什么。配上先備手，聽錯要注意到壓鋪，係講唔記得咧，水果塔就配唔上哦。他说预热几分钟，等待期间预热烤箱。预热烤箱那就跟它一样20分钟没，然后20分鐘響了，我們也同時把它拿出來，那就這樣它就變成我們的計時器了。阿粒神曉得用配上備手嘅時間來算塔皮愛餅幾久嘅，等陣當有概念哦。干嘛又说不规则动来？可能这个受热里面也比较均匀吧。我放到烤箱里去了。20分钟。20分钟啊！去吧。撒下來，我嚟做料。我们现在锅子里面有砂糖和水，我们要把它煮成焦糖。那现在焦糖的香味已经飘出来了。
原來老糖煮到完全溶體就是糖糕。现在已經均勻的，那顏色大概就均勻了。現在我們來加入鮮奶油。現在我們聞到奶油的香氣。你們看，現在奶油已經融化了，表示它已經做好了。現在我們這個好了，我要把它拿出來，像好好的餅乾一樣。像好好的餅乾，你看現在這個已經均勻了。我現在來加剛做好的這個巧克力。哎，香蕉片你放沒？你要先放香蕉片才放這個醬。你確定你這樣可以？可以了。我現在已經開始懷疑我的人生了。我們在做的過程中出了一些差錯，比如說香蕉的部分，就是應該是要先放香蕉再淋巧克力，可是呢，那個我的隊長他卻先放巧克力再放香蕉，就是把巧克力先給掰開來，再把那個香蕉再放上去，這樣。哇，感覺好好吃哦！關鍵時刻9分滿而已哦。其實一開始覺得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手能做出這麼好吃的檸檬派，因為自己也沒有做過，所以一開始也是非常的擔心會不會做不起來。然後還好凱成跟我就是有配合對方的速度，然後提醒對方，然後就是有抓準那些比例。三組的水果塔總算都完成呢，看起來都當好食了。先請美女來打分數了。嘗過味道以後，我覺得蘋果塔算是味道比較優勝。恭喜綠翠得到第1名，得到2分，其他組各加1分。我覺得這個派應該要加海鹽，因為這個派太甜了，要加一點鹹的東西調過來。如果有放海鹽的話呢，我們可能會好吃一點哦，也說不定。天美大家老作品翕相，每下一團粉絲變到粉絲1捧。我們就是要讓它2個眼睛啊，要讓它2個眼睛會比較好。就是先想名字，然後我們想出了叫巴黎炙燒檸檬塔，對。然後呢，我們就用白色的盤子襯底，然後撒一點檸檬的碎屑。然後加點白巧克力、跟檸檬巧克力，還有黑巧克力襯托。我們的主題是失戀蘋果派，我們兩個覺得看起來很好吃，所以就吃了你失戀的時候你就不會失戀。歐洲在客家語裡就是髒的意思，所以我們叫髒派。經過6日的打票，由馮翠得到7個票，再各加1分。也下世來吹係阿蘇爆亮線，其他人每張所漲1-2分呢，大家都係有機會哦。沙丁來看那些麼嘅吹，今日日就來到台南新市區嘅蘇國園區，大家都힘嘟嘟嘅。唔知幾條水咧，啲台北挑戰哪條任務？南台北嘅天氣獨好，老北部無嘛強弱。然後自家同事說，香港今年有一隻 DIY 任務，耶，係期待。今年係啲台南最美一年，唔知海站會到哪隻城市呢？什麼木卡眼鏡鼓勵我會什麼係？希望今年冇拍過嘅任務。以為來講過，今日什麼嘅吹嘅任務，講過嘅人可能會同樣哦，因為愛拖300公分高嘅手嘅項來進行挑戰，大家會順勢完成麼？雖然係經人賽，不過因為有2條路線，故所還係會分 A、B 2組來比賽。A3、B1、A1。
也嘅挑战係考驗膽量同技能，不過同時你愛看到大家喺壓力下，用嘅保持平穩來發揮能力咯。雲端歷險，大家本咗 A、B 兩個路線來比賽，路況有3關愛過，嚴格突力、藝上通講，還有精神顯化。10分鐘內去到終點得1分，請點嘅人再過加1分。在上去之前，先問你們一個問題：你們有沒有人超過300公斤？真的沒有哈，因為它的每一個圈圈可以承受的重量都是300公斤，所以你們不用擔心會掉下來的問題。站在上面的感覺，很緊張。啊，福田本單就講過，搶起企到有個腿後就已經腳底扭扭誒，啊福田加油啊！如意，那你感受怎麼樣站在上面？有點可怕，但是如果從下面看起來很好，感覺很好玩。第一組嘅成員已經都準備咗啲嘢好誒。福田看起來好像很害怕這樣子誒，有點晃。阿姨當時咧踏出第一步，韓國佢曉得應用手嘅同自家講出去，表現得非常好。在第一個爬的時候，它有風，然後有點晃，然後而且風在晃的時候，它那個繩子就是晃晃的，沒有踩很好，然後很有點可怕。阿姨越行越順，第二片愛勁嘅突力10秒。3、2、1，好，好，請對家人告白。謝謝爸爸有時候帶我去比賽，雖然你沒有睡覺，但是你還是像看起來像充滿活力一樣。謝謝你。總算來到千里關，完成獻花就真係溜光到終點了。東窗彩雲生哦。阿姨到嘅終點總共花嘅6分36秒。大家經鼓勵阿福田，佢總算踏出頭一步，佢決定南定橋嘅繼續行港前。我看到就是看到哭也有點想哭這樣子，對啊，就覺得有點心疼啊。參加節目才發現他怕高，以前都不知道。哦，那我在第一關，那花了快10分鐘，然後我其他兩個人，他們就2分多鐘就那個。我是覺得蠻不錯的體驗，很難得，非常難得，而且這個節目做的也是非常用心。我給我的很多朋友啊看了這個節目，他們就說哇，很棒哎，這去哪裡找的？大家都在問這個節目這樣子。那我就覺得，真的這個帶給我們一個很大的一個改變，這樣。雖然阿福田勇敢踏出腳步，不過因為手嘅肩疼痛，佢還係唔敢行，冇辦法超過時間內挑戰失敗。很可怕，怕掉下去。阿福田冇叫，唔敢企到手嘅好，就佢行動勇敢嘅。來看下 B 路線嘅其他挑戰者。等下就要開始了，感覺很緊張。在下面看那個鋼索的時候，感覺好像很簡單，就這樣子走上去就好。然後實際上去的時候才發現，為什麼我在走的時候腳一直在抖，那個繩子就一直抖動，很難抓到另一個繩子。因為這個繩子你要先抓好一隻手，才可以再去抓另一隻手，這樣才會走得比較穩，後面才會走得更快。經濟獨立，我覺得最困難的應該就是經濟獨立，因為我都站不穩，然後就不小心去碰到繩子。阿軒兒對阿姨嘅挑戰好多經驗，速度加1度，總共花5分58秒。我覺得好可怕，因為它繩子一直在晃，一直在晃，然後有點不敢。
今天有一个叫做云端探险的，然后就是因为我有惧高症，我也很害怕。就是我是 B 路线，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一个线，弯弯的线，然后你的脚要抓住。然后就是我到中间的时候，我2条线踩在一起，我不知道要怎么放开，然后我就觉得很恐怖，然后怕掉下去。然后后来呢，就是我一开始停在中间的时候呢，就是另外一条线就一直飞，因为风很大。看到张较好地位的阿姨抢，虽然行来唔免意夹，唔过伊稳，拄好到时间内完成挑战。B路线的阿欣怡速度轻夹，得到2分。阿姨怡同阿姨抢都伫时间内完成第1分。我就今天就是比较好了，然后我就非常开心还能参与，就是因为其实欧洲有很多地方。就是他会带你去很多地方，然后你就可以玩。然后可是生病的话呢，就比较不能玩。然后我就是很高兴今天还能继续参加。是玩高的那个，然后我觉得很好玩，然后很期待，希望可以在1分钟内走完。可是觉得有点紧张，因为父亲在上面哭了，所以就觉得有点紧张。然后想要在1分钟内走完。好，下次。嘿。那时候就不小心跌下去，所以我就用脚用。哎呦喂呀！我最感谢的人是妈妈，因为她每天煮3餐给我吃，所以我最感谢她。我喜欢我们家的小布，它是我们家的狗，它从小陪伴我。我喜欢你，布布。A路线的阿飞贤同阿雷勇根本就伫熟的很不一样的，行到东家。阿飞贤的成绩是2分38秒。阿雷勇的成绩是2分20秒，恭喜阿雷勇得到第1名得2分，阿飞贤未伫时间内完成第1分。一下南台湾的小妹吹的成绩是阿姨怡2线，阿福婷要继续加油哦！下日时更多的阿福婷会遇到很卡大的难题，佢會克服無呢？要記得繼續同人向下理解哦。蘋果也不会太累，就是刚刚好。我刚刚有吃过苹果，也还蛮不错的。巧克力太甜了，太酸了，会酸啊。我主要是甜的，我太喜欢酸，所以它有多加一点就好吃。太酸了。